香港嘅朋友，呢度咧簡直係退休嘅首選啊！樓下有120萬平方米嘅大型商場，嗱喺呢度可以買票翻去香港，直達西九龍都係1個鐘嘅時間。依家30零萬嘅總價咧，你可以喺呢個大型商場上蓋買一套帶埋裝修嘅現樓單位，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啊！嗱，唔講咁多，跟個鏡頭上去睇睇。嗱，咁啊上到嚟啦，咁我哋依家30零萬嘅總價咧就賣到呢一套單位嘅1房1廳，咁啊帶埋裝修噶啦，咁啊雖然細間，但係咧基本上所有家私全部都送晒俾你，你後期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嘅，包括梳化啦，同埋我哋呢個空調啦，呢啲家私全部都有埋晒。嗱，入到嚟呢一度咧就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都係交樓標準嚟噶啦。嗱，雖然細間，但係起碼佢做埋一個露台俾你。嗱，我哋露台望出去咧，呢邊係1期，咁啊入住率其實係非常之高嘅，大家有冇見到？基本上每一戶咧全部都入住晒，即使你自己唔住嘅話，你攞嚟出租咧都非常之好租嘅。咁我哋呢套單位咁啊有埋大型商場啦，同埋高鐵站可以直到香港，係非常之方便。呢度咧係有個獨立房間，咁啊做埋一個落地嘅大型嘅玻璃窗啦，咁啊視覺效果都係非常好嘅，透光都係非常好。咁我哋30零萬可以喺中山就買到呢套單位，如果有興趣嘅可以 call 我帶你睇睇。